你总不会说，今天中央出来讲说，他面对这件事情，他只是要来开记者会，没有工作会议哦，开完记者会就走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有政府只作秀，是这样吗？有些事情哦，就是越解释，你知道会更让人家看破手脚的。什么意思？你知道？因为我们因应那个北农跟华南市场这些批发市场的疫情，你知道我们一天做了7000多例的 PCR 嘛，大规模 PCR。然后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其实凌晨1点多，我被叫起床，你知道，说那个华南市场 PCR 阳性已经41个。那当然，我们这一整夜都在都在做事嘛，因为那个要只出不进了要轰摊要干什么？那天亮以后，你知道这个中央有电话说要开这个联合前进指挥所。我想说，不管中央是关心你知道或者想要干什么，反正一下子检验出 PCR 阳性41个，这总是一个大事嘛 ，OK。那所以我们也说好 ，OK。那如果今天中央要讲说我们在想说，你要成立一个联合前进指挥所，总是大家要开工作会议嘛，要这个核心成员是谁大家要分工合作，什么都要讲清楚嘛。你总不会说，今天中央出来讲说，他面对这件事情，他只是要来开记者会。没有工作会议开完记者会就走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有政府只作秀，是这样吗？现在是他跟全国老百姓讲说，他那天只有一个目的，在开个记者会，其他都不做就跑掉了。更何况台北市政府是执行单位，执行单位，就算你要做什么有什么指令，我们要先看看这个到底可行不可行，或者我们有没有办法在时间内完成？这总是大家沟通嘛。所以如果今天我也非常清楚你的，其实整个疫情已经趋缓了当然，在解除以后会不会我也知道，在没有打疫苗的状态下，它很容易又在复发了。不管怎样，这个疫情现在阶段是在趋缓。其实看那些电视上面在名嘴在讲也知道。在疫情趋缓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变成会被拿出来嘛，就是追究责任嘛。我倒觉得这样的政治上大家都晓得了但是还是一样面对我们还是要解决问题嘛。你今天难道你要讲说那一天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开个记者会，也没有开工作会议，也没有干什么，然后开完记者会就要跑掉，是这样吗？不想再讲太多了。那所以刚刚市长讲的一些部分，我不是很同意。很多其实是这个防疫常识，有一些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甚至是废话。来往的人员复杂，所以筛检这个没有办法，最后还是筛检啊。A few moments later， 你自疫情到这阵，你有听中正办家区的配谁发言无？有哦，无嘛？无等我来听你。叫的嘛，你家人吐槽尔嘛？你选举一届来几摆，你这疫情你敢有来烦人家关心？我就按大家一乐啦。我想今天是我们会，我刚才听你啦。有一些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甚至是废话。我刚才听你啦。争吵争执这都毫无意义了，要处理问题才是重要。那在这边，我想，因为过去几个礼拜以来，其实我一直跟陈部长、跟指挥中心都保持联系，希望可以尽快成立这个联合这个指挥所。那今天可以看到，终于进驻，我是觉得已经慢了啦哈。那慢的原因，当然，我想各界外面大家眼睛都很清楚。那导致慢的这一段期间，我们的疫情是有下降还是继续延烧，大家应该也很清楚。那所以刚刚市长讲的一些部分，我不是很同意。很多其实是这个防疫常识，有一些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甚至是废话。例如说一开始他刚刚讲说这个因为来往的人员复杂，所以筛检这个没有办法，最后还是筛检啊。你现在不是 PCR 还是要筛检？
所以我不是要在这边发脾气或是什么，但是这个对我们在地来讲，有很多的这些工作，1个月前就可以做的，我来现在才开始去做。我感觉真正是会白付。你自疫情到即阵，你有听阮中正北家区的百姓发言无？有哦，无嘛？无等我来听你，太笑的嘛！会长你讲吐槽尔嘛？会长，为了不是我们会长啊，我甲你吐。会长，但我们今天是中央跟你有来发言一，你甲我关心一下，有无？会长，请问你选举一届来几摆？你这疫情你敢有来发言甲我关心？会长，按大家啦。我想今天是我们会我才听你啦。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了筛检间我们发掘的病例，那发掘病例，那就是要面对问题，争吵争执这都毫无意义了，要处理问题才是重要。那疫情就这么困难呢？病毒就这么狡猾，没有那种中大家嘴巴一句话它就停下来了。那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昨天筛检出来了，那就要把这个问题把它处理掉。那是让他努力工作的时候，能够把疫情控制，才是目前最大的一个工作的方向。